佘詩曼主演嘅《正義女神》上架，套劇一出，令好多人有種時空錯亂嘅感覺。因為許紹雄喺劇入面睇落去咁健康，點知拍完隔年就因病離世。當時新聞訃告仲記憶猶新，而家冇幾個月就見到佢遺作，真係令人不勝感慨。今次許紹雄喺《正義女神》入面同佘詩曼係亦師亦友嘅關係，算係女主角喺少年法庭方面嘅引路人。佢用多年經驗帶住女主角，仲會喺女主角受各方壓力嘅時候力撐佢。呢個設定對佘詩曼嚟講，可能都算係一種慰藉，陪住對方走過最後一段溫暖時光。講到正義女神，其實對佘詩曼壓力都幾大，因為套劇好多演員都拍過新聞女王，開拍又係新聞女王，而之後加上雖然職業唔同，但今次演嘅都係行業強者，同樣有啲強勢。佘詩曼都擔心新角色言惠之可唔可以完全脫離蚊慧心嘅影子，對呢樣只能話好難。雖然言惠之唔似蚊慧心個性咁鮮明，但講大段對白嗰陣，偶爾都會令人覺得有啲似新聞播報。不過今次劇情都幾得意，聚焦少年犯罪，頭一案已經好搶眼，言惠之一句說話就為套劇定晒調。而家青少年犯罪越來越多，仲有低齡化趨勢。近幾年影視劇都開始聚焦呢個題材，但問題係好多劇感化，說教味好重，多數由人民關懷入手，淨係講年齡，上法庭成日提年齡，提未成年保護法到底保護緊邊個？但正義女神就唔同，敘事方式同其他律政劇差唔多，冇因為係少年法庭就成日提年齡，上庭就同審成年人一樣，就好似開頭所講，校服係返學先著。呢度係法庭，被告人係嚟受審噶。言下之意就係唔好住校服博同情，同年齡無關。喺法庭度唔係學生，唔係未成年人，只係被告人。而言惠之淨係追求真相，俾出公正判決。所以言惠之叫高成斌換咗校服，可惜言惠之最後都被人擺咗一道。佢以為自己好公正咁幫朋友揾到關鍵證據，證實朋友個仔無辜。點知事實係高成斌天生壞眾，不止推8歲小朋友落樓，仲刻意刺激死者阿媽，搞到對方情緒失控，挾持高成斌，最後阿媽被當場擊斃。高成斌仲露出得逞笑容，見到高成斌個笑容之後，言惠之就知自己被利用，放咗個惡魔出街。自責嘅佢選擇事業高峰期轉跑道，離婚之後去做少年法庭法官。有人話佢對未成年人不近人情，但其實言惠之只係追求真相，佢根據真相做公正判決，唔俾啲死性不改嘅烏童走法律啦。好似偉墳案嗰個毫無悔意嘅人，嚟到三害案，佢拆開處理，令佢哋內訌互篤，爆出真相，亦會為被冤枉嘅未成年人還原真相。好似都斬姊妹案，細佬沉默，只係為幫壓力大嘅家姐頂罪。所以就算被高成斌擺鍋一道，言惠之都唔會帶住偏見去睇呢班未成年人，淨係睇證據，淨係追真相，呢樣真係幾蚊慧心。不過劇情方面，正義女神就刺激啲。頭一案高成斌走咗之後，唔耐又再犯案，對家教老師落手。今次言惠之可唔可以捉到呢個惡魔？有反社會人格嘅高成斌會唔會由頭帶到尾？悲劇起點，天台輝煌案真相伏筆。預告片一開就直擊痛點。6歲男童天台輝煌，14歲少年被控謀殺。畫面入面，背住綠色掛件書包嘅細路爬天台邊，橙色氣球飆上天，字幕好危險咁站喺天台邊邊，直接講明悲劇導火線。呢個就係輝樓案現場還原。短髮死者阿媽站喺街對面，以旁觀者視線望住大廈，暗示佢親眼見到個仔跌咗落去。為之後法庭崩潰控訴埋下情緒伏筆。帶血少年面部特寫，字幕家姐同細妹，呢個14歲少年就係輝樓案疑犯，面上血跡模糊咗加害者同施救者嘅界線，亦令案件真相更加撲朔迷離。許紹雄飾演嘅資深裁判官洪思義講到，如果成年咗，直接點出劇集核心議題：低齡犯案者嘅懲罰同教化邊界。少年疑犯年齡成為案件爭論焦點，亦令司法人員喺程序公義同人情冷暖之間陷入兩難。法庭交鋒，法理同人情撕裂，死者家屬絕望控訴。法庭入面，死者阿媽指住前面大嗌係佢殺咗我個仔，還個仔俾我。
情緒完全失控，係最直白民間正義表達。佢接受唔到法律程序對少年疑犯嘅寬容，淨係想為個仔討返公道。另一個女角色可能律師或法官都喺法庭嗌還個仔俾我，將雙子之痛同對司法質疑推到最高，令庭審現場充滿撕裂感。鐵證出現，案件真相殘酷揭露。隨住劇情發展，案件物證連逐漸完整。法證人員喺山林現場起證物，字幕證明鐵鏟上面沾有受害人，直接將作案工具同死者連埋一齊。女檢控官舉住化驗報告，當庭宣讀譚卓飛嘅皮屑同基因，將少年疑犯譚卓飛同兇器綁埋一齊，形成完整物證鏈。佘詩曼飾演嘅高院法官嚴惠芝翻報告時神情凝重，呢份鐵證徹底打碎少年救人嘅溫情濾鏡。佢喺庭上厲聲質問：你一刀一刀咁斬落去，揭露出少年唔係意外推人，而係持續暴力，案件殘酷性完全暴露出來。家屬之前嗌你仲係唔係人，呢一刻先至有更沉重意思。司法人員理性同掙扎。嚴惠芝喺法庭一邊冷靜記低證據，一邊見到暴力細節時露出震驚樣，表現出佢做法官嘅理性克制同做普通人嘅共情悲憫。戴眼鏡年輕男角色可能少年辯護方或知情人台詞你所見到嘅嘢，暗示案件仲有未爆隱情，可能係少年成長困境、家庭悲劇，為之後法理以外人性考量埋下伏筆。最後，捲髮少年喺法庭喊到喊，一方面係面對鐵證認罪，一方面係對自己行為後悔，亦係對少年犯罪值唔值得教化呢個核心命題最直接叩問。而死者家屬律師好有信心話：我哋上訴都一定會贏，意味住就算少年因為年齡輕判，家屬都會用盡司法途徑追討實質正義，將案件社會爭議推到最高。職場暗湧，司法系統權力同偏見。劇入面群像刻畫，預告片已經見到少少鋒芒。佘詩曼塑造嘅嚴惠芝，除咗職場精英嘅凌厲，多咗幾分司法人員嘅悲憫同執着。面對校園欺凌、少年惡性犯罪呢啲棘手案件，佢堅守法理但唔漠視人情，喺質疑同阻力入面揾司法真正意義。譚耀文、鄭偉等演員加入，令律政陣營鬥爭更有張力。年輕裁判官急功近利，感法官無奈堅守，畫出法律從業者眾生相。同事評價嚴惠芝非一般審案方法，仲有人直說眼紅你升職升得太快，暗示佢喺司法系統因為獨特辦案方式被排擠，亦令佢職業選擇更有孤勇色彩。許紹雄飾演嘅資深裁判官洪思義私下力撐嚴惠芝，嚴官呢個人做嘢好認真㗎，一方面體現老牌法律人對後輩認同，亦暗示司法系統內部派系同偏見。嚴惠芝拎住公事包行過空曠走廊背影，配埋嚴官呢個人做嘢好認真㗎評價，預示佢會放棄高院大好前途，主動降職去少年法庭，佢要喺更貼近少年犯罪一線，重新定義正義內涵。而最令人動容嘅，一定係許紹雄飾演嘅主任裁判官洪思義。